識字有方法，有個人拿住銀色喇叭，張大紅嘴巴，高舉手大喊，喊是大聲叫的意思。這個字就是喊喊喊，有個紅色的嘴唇圖案，旁邊是嘴字，嘴就是我們吔東西、說話的嘴巴。這個字就是嘴嘴嘴，有個人張開嘴巴，伸出舌頭，要吔紅色的東西。吃就是把食物放到嘴裏咽下去，這個字就是吃吃吃。有隻手端住藍色杯子，往張開的嘴巴裏倒東西。喝就是把液體放到嘴裏咽下去，這個字就是喝喝喝。有隻白鴿銜住綠枝，旁邊是藍綠色地球，和是和平、和諧的意思，這個字就是和。有紅色和綠色的豆子，模樣圓圓的，豆就是這類種子樣的食物，這個字就是豆。寫好漢字，喊、嘴、吃、喝、和、豆。